交通部长陈世凯昨去花莲视察苏花公路搁代替灾害的路段，昨暗嘛甲花莲在地观光业者座谈，针对一寡路段一落雨就崩山，民众佮业者是表示讲，政府除了救灾嘛望各会当提供业者纾困，互因渡过难关。 这是苏花公路崩塌上大面积的中德路段，控诉03大地震了后，为164.5公里，往北到惠德饭港口北边，只要落大雨，山顶的路就会冲洗落来，铁公路一段山内的和平镇就变成孤岛。这条路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我们真的很害怕这样的状况是属于和平部落族人的一个常态性的一个灾害。 苏花公路脆糊糊，虽然工程人员人抢修，也毋过灾害面积伤大，爱靠换一摆风台大水河冲洗，一寡山顶的土石才会当开始稳定，无人知影。这个路段我们经过检视啊，那个雨量站大概标高的位置稍微都比较低一点。那我们也已经协调中央气象署在近期内今年我们在这个位置164.5就会增设那个雨量站的部分。 除了苏花公路内的居民出入不方便，往南的花莲各乡镇市观光产业，更加是受到严重冲击。虽然有经营方案大小补贴1000，也是有真侪业者减下落去。从04、03之后，旅馆的部分大概已经有18家左右。那民宿跟其他餐饮业，其实我相信上百家。我们也提过非常多次，最简单直接水电费补助。 好，甚至是薪资补贴。对业者的要求，交通部长带领观光署也甲花莲观光业者展开会谈。税金的减免，因为它涉及到地方税跟中央的税，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专案在跟财政部做沟通。薪资减免部分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薪资部分其实有18000块的再充电。 跟劳动部的部分，观光业者强调，交通安全才是恢复旅客信心的重点。也毋过，伫苏花安118年兴建完成进程，希望中央协助业者纾困，才会当生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